好，嚟到第8章嘅第 C 嘅部分，金屬喺水溶液中嘅置換反應。咁咩嚟嘅呢？置換反應嗱，咁呢個置換反應咧，置換嘅意思呢，其實呢就即係解係交換位置啦，咁嘅意思嚇。咁如果咁樣講法呢，即係話呢，原來喺呢個化學反應入邊呢，似乎有啲物質呢，佢哋嘅位置係交換咗喎，係咪？嗱，我哋先睇一啲例子先啦。咁譬如呢，你會睇得到啦，譬如呢個第一個例子係鎂加氯化銅2啦，就會變成咗銅加氯化鎂。咁其實你成個反應入邊咧，會發現咧就係鎂同埋銅咧嗰個位置咧就係互換咗嘅嚇，即係咁樣樣。喺第二個例子啦，咁就係鎂加硫酸銅2啊，變咗銅加硫酸鎂啊。咁你見到又係一樣喎，就係鎂嗰個位置咧，同埋咧個銅咧又係交換咗。咁第三個例子我哋即係唔再睇啦，咁樣樣。咁所以你要睇到咧喺呢3個例子入邊咧，都係即係發現咧就係嗰個嘅一種元素咧，就會將另一種元素咧從佢嘅化物入邊咧去置換出嚟嘅。咁呢種嘅單反用通過一個咁嘅形式去進行嘅一啲嘅反應咧，我哋都可以統稱為咧係置換反應。咁而家我哋睇緊呢個嘅置換反應咧，係屬於係兩種金屬之間嘅一個置換反應。咁所以一般嚟講，我哋話咧嗰個嘅置換涉及金屬嗰個置換反應咧，個總式咧你可以咁樣寫咧 M1 就係其中嘅一種嘅金屬啦。咁M2的化合物個 M2咧就係講緊另外一種金屬。咁如果咧係呢兩種金屬之間咧咁樣溝埋一齊咧，佢哋個位置咧就會互相去交換㗎啦，咁樣咁所以就會產生咗咧就會係M2同埋咧 M1 嘅化物。不過咧呢個係如果呢個反應咧係發生嘅時候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先決條件咧，就係嗰個 M1 嘅活性咧一定係高過 M2嘅。即係話如果咧係 M1 係活潑過 M2咧，先能夠有個反應發生嘅。如果 M1 咧個活性係低過 M2咧，就冇呢個置換反應發生㗎啦。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原則啦。咁所以下邊呢度咧都講咗啦嚇，咁就係活性最終位置較高嘅金屬咧，先係能夠將位置較低嘅金屬咧，從佢嘅化物入面咧去置換出嚟啊。反之咧則不可。咁就呢度當中都講到咧係會有啲嘅化學反應嘅一啲嘅觀察結果，不過我冇辦法喺度詳細咁樣去盡錄啦。咁如果你真係想知道嘅話咧，咁你就即係睇翻我俾大家嘅一啲筆記作為一個參考。